你哋最渴望嘅屋，精神江南易小，電梯平層，廳出陽台，東南向。你睇下景觀先，絕對冇問題嘅。望翻落去咧，就自己江南西嘅街景嚟㗎啦。社區氛圍嘅話咧 ，very good。而且依間屋入籍面積99方。6.4米嘅客廳，亂改5房。嗱，呢邊有個窗㗎啦，嗰邊有個陽台，呢邊仲係有個窗嘅。成間屋嚟講嘅話咧，一梯兩戶，3面單邊，東南西北向，乜嘢朝向都有嘅。每間房嘅話咧，全部都有成10個方以上，全部都係單邊位置嚟嘅。2小書包冇佔用嚇，你睇下啲功能區，相當之闊落係嘛？廚房位置嘅話有埋管道煤氣㗎啦。衛生間嘅話咧，3段式乾濕分離係絕對冇問題嘅，仲要唔係先除後設嘅佈局嚟嘅。呢啲房啊，住起身咪舒服咯。你睇房2米床都冇問題啦，係咪啊？採光點樣射落嚟嘅話都係舒服嘅，仲要係原裝雙陽台嘅戶型。嗱，業主嚟講已經打通咗啦，保證你每間房都係10個方以上嘅。喂，300萬多少少啫，有興趣關注我團，帶你過嚟睇。